向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6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132个本土病例，阁有8人死亡。看起来目前咱国内疫情已经有豆稳定。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防疫警戒无排除会当分区来降级，会阁找专家讨论。另外，中央嘛有宣布讲，要补助地方50台 PCR 检测的机器，希望量早找出社区内的感染源。新冠本土疫情也是真严重。礼拜二15新增加132例本土病例，其中国以新北市65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26例，苗栗县有18例，桃园市12例，基隆市3例，台南市、台中市也甲花莲县各2例，嘉义县甲彰化县各1例。整体确诊数已经连续第3天降到200例以下。即马疫情有较缓和，全国疫情警戒是毋是有机会伫6月28分区降级？但是中讲这拢有可能。疫情的变化，因为变化是都随时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会随时予以监测。那当然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的哈。那当然也要广招我们的专家一起来做讨论。另外也新增加8例死亡病例，分别是男性3位、女性5位，其中有2个人是确诊甲死亡敢若5天。特别注意的就是按9229是50多岁女性，第3遍 PCR 采检则是阳性确诊，4天后不幸死亡。指挥中心表示，主要原因是这个个案本身有真侪种慢性病，死亡率因为安尼增加。它本身是有慢性的生病第4期，然后也有糖尿病跟高血压哈。那所以他虽然50多岁，但是这个有慢性病的这个算是比较严重哦。为了赶紧找出社区稳重的病例，指挥中心宣布要补助各地方社区体检站50台 PCR 检测仪器，让居家家己采检，加企业快筛阳性的民众，会当就近去社区第一线进行快速 PCR 检验。阳性，然后就进一步再来做 PCR。好，那如果是在 PCR 被确认之后，那有严重的症状，有相对严重的症状，那就会进到医疗院所来就医。另外，日本所管的 AZ 疫苗即马正式开始注，但是中强调，即届的注射速度会较紧，所以礼拜四17开始，依照各县市7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进行第2遍疫苗配送，预定配送394800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用英灵基金会讲要购买500万剂 BNT 疫苗，已经有条件专案进口许可函。各界所关心上紧什么时阵会当进货？但是中是讲疫苗要争取真无简单，即马国际现货真少，无法度有真明确供货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政府有提出纾困方案。昨昏是开放予有国校的囡仔才家庭开放申请家庭防疫补助。到昨暗6点，已经有92万外件、92万外人完成登记。另外，到90万块的纾困贷款，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到昨下晡5点，已经有收到12万8千外人申请，嘛已经核准9000外件出去啊。孩童家庭防疫补贴，15早起10点开放网络申請。一开始，敢若申请的人伤多出现，目前网站人数伤多，系统已经自动为你排队而立。好加在无偌久就当操作。教育部讲，可能第一天大家较袂晓操作，无法度申请的大部分拢是资料写唔对。有将健保卡卡号输成身份证字号，而出现资料错误的情形。教育部建议，如出现孩童非补贴对象或资料不存在等资料输入有误相关讯息，可能是误植资料导致无法勾稽。到15暗6点，有92万2084人完成登记。若是涉及减户款的问题，教育部会依照个案协助。这边补贴的对象包括小学以下的囡仔。加国高中前3年的新疆学生，总共250万位，一个人补贴1万。15开始上网申请，核定正确了10倍拨款，期限到9月底。想要直接领现金的家长，10倍以后摕各间银行的提款卡到3间指定银行的 ATM 操作就能领到。同一天开放申请的还有劳工纾困贷款，今年到柜台申请的人比去年加较少。银行惊讲涉来人伤多，所以就在门口设临时柜台，防疫分流。也是减班减薪，对啊，现在就是生活上会卡不过来，对啊，才来办。有试着用网络？有，现在是卡着。政府的线上通常刚开始一定都会塞车啊，
所以就选择第一天就直接领回来。比较快啊，效率也。劳动部统计到昨日到5点，劳工纾困贷款申请件数是128414件，迄台数9212件。今年名下只个人限定50万位，每一个人上悬10万。青领的劳工就要满20岁，108或者是109年个人总所得50万以下，或者是符合投保资格的人，拢会当向35间银行办理，其中24间银行会当伫个线顶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关乎咱台湾124万栋 A 字预防车，各县市昨昏开始替老大人注射。总统蔡英文昨下补马专工发表讲话，爱老大人赶紧去注。另外，因为昨昏6月15是警察节，总统mau向警察说道谢。咱的老大人慢性病的患者，也是感染着这款的病毒，较会变严重，甚至会过身。这就是咱为什么爱互咱的老大人先来注射的原因。所以我要请各位长辈时代，和总统拜托，较紧去注射。总统是拜托时代爱赶紧去注预防针。另外，针对有善心人士出钱出力倒买医疗资源，总统蔡英文嘛有表达感谢，强调政府会拍拼降低重症甲死亡率，也有纾困内容。这部分总统嘛讲，政府会哪做哪调整，政府要照顾人民，呼吁下资格的民众会当赶紧去申请。来关心昨昏各地头拢开始咧注预防针，高雄市按算是要分3天替3万外的87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好预防针。高雄这一摆是学日本来注射的方式，让老大人规排坐好势，是医疗人员刷叮当，挖去因的身躯边替因注射。啊，那伫台南是由卫生所，也有100外间诊所负责注预防针，也毋过有一寡诊所也被睇到头一天注射的状况出现未少状况。车辆排出长长的队伍，大批人车聚集伫高雄巨蛋主场馆的外口。现场是全市上大的疫苗注射站，规工落来爱替3600位87岁以上的长者注疫苗。因过技术现场无控管好安全距离。市长陈其迈问市府卫生局长甲新闻局长是咧做啥物？你只要用的啦，好不好？当然，赶紧将坐会的距离扭开到3公尺。各将陪病的家属分流到2楼，才解除群聚规矩。注过疫苗的区域也爱重新消毒，搁安全另外一区来注射。估计15到17全市3.1万名87岁以上的长者会当注完疫苗。啊，人在煮，叫阮煮，阮就来煮啊。在整个入口的这个地方，那人数稍微比较多，那因为有一些夹杂一些，包括一些媒体的一些采访，所以我们立刻在那里就来拉大整个社交距离。台南的部分是选择卫生所甲社区107间诊所。干部注疫苗，这摆做的对象是85岁以上长者，甲75岁以上原住民重大伤病者。有民众一透早前往诊所的时阵，发现诊所无疫苗，只好先登记等通知。也有诊所直接拒绝民众预约。我们是用通知的，而不是用到现场去挂号，跟过去的状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这个医疗工作者，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譬如说，哪一天的上午的几点到几点，哪一天的下午的几点到几点，依照被通知的时间来施打，就保证一定打得到。因为台南是免排队免预约，民众注疫苗注无的状况，市府解释可能是民众还未到通知时间提前到，建议大家唔免伤早到。疫苗开始做的第一天，各地就算事先演练，也是难免因为突发出现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寡状况，这是台北市昨昏真侪大型的注射站，人拢可排甲落长，因为天气真热，有的搁伫雨刮是排甲规部都火，嘛有家属向市长挂问题呛声。另外，台北市政府即马是已经安排好势，户口若是无伫台北的时段，明仔载下晡就当开始注射。时间还未到，但要注射老大人早就伫排列，引起规定感染着的疑虑。台北市15开放85岁以上的长辈，甲65岁以上的原住民注 A 疫苗。台北市长郭文铁透早来视察，毋过动线设计无好，佮加上天气烧热，也互陪时段来家属挡袂牢呛声。有预约到，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一定会打得到，所以不用那么早来。如果跟你讲9点到10点，你就9点到10点来。早来也没有用，因为也不会你早来我们就早开始了。
郭文哲讲，疫苗注射是用医药的，要做甲空间甲时间爱隔开，停息设计不良的部分会改进，免提早来排队。若是中照机构台北市机动注射队预定后礼拜会当将台北市244间1,993人全部做完。若是住伫厝、倒伫床无法度出外，使用长照2.0服务适龄等级是7级甲8级以上75岁的长辈，台北市差不多有5420人要采取到厝注射。目前是已经有119个人完成预约。16开始由台大病院北护分院优先到中正区甲万甲区做，针对无在职的长辈，计划17下晡开始做。合计是997位，那每一位呢，我们都直接通知了，所以还没有打电话的，就把握这2天的时间打电话进来，我们都会安排统一在17号下午来施打。因为地方疫苗无够，中央要伫17配发第2批疫苗予地方。台北市会得到54000剂，台北市15新增加26例本土个案，确诊数慢慢下降。市政府也改变战略，提出清零计划，改拍预计针，要做准确的体检。在他居家隔离前或居家隔离中，我们就先把他带出来，先做快筛，那我们就立刻再可以把他的第2圈的接触者能够先框出来。随着确诊人数下降，28是不是有可能解除3级警戒令？郭文哲是讲，一个解封，确诊数就会搁升悬，也是爱听候到疫苗到位才讲。针对好心肝违规注疫苗的争议，市政府是讲名单还搁咧稽查，有一寡人是合法的。针对违法注射名单，会请好心肝表达意见，若是名单因为牵涉到个人资料，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新北市，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65个本土病例，其中伫金山有出现家庭内的群聚感染。另外，新北市嘛宣布讲，户口无伫新北市的老大人，伫18就当开始做预防针。新北市开放85岁以上的老大人做 AZ 疫苗，三中体育馆透早就出现排队的人阵。不过，因为市府要优先互户口伫新北市的集会人来做，互部分的民众去到现场无通做是真无奈。什么都不好了，他刚户籍不在这里，是叫我等通知。因为名额还够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试试看没有也没关系的，那就是没办法。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伫记者会宣布，户口无伫新北市的集会人，为即马到17为止，会当甲里长或者是区公所登记，18就会当做疫苗。我们预定接种是9922，实际接种是5790剂。我们接种率是58%。新北市不在籍的长者，在礼拜五6月18号，从今天开始到6月17日下午5点，向里办公室或区公所填写意愿调查表。中央公布后一批 AZ 疫苗配送的数量，侯友宜讲，新北市按算会当分配到57000吨的疫苗。考虑到第1类至第3类的族群，还有长照机构等等，清点了后会量早公布。原则上，赶快会为高龄的人开始做。现在15新北市新增加65个本土病例，唔那新店甲沙丁埔，加做疫情的重点区域。即马金山嘛出现家庭群聚的案件。金山在昨天有一个确诊以后，家族群聚感染，所以变成6个。我们明天一早就会派出我们金山机动快筛队，直接进到现场。把金山地区民众大家有疑虑的全部快筛。侯友宜讲，新北市还有真侪找无到的个案，所以目前37个重点区域的体检站未设立，重点区域会持续做体检，遐若其他疫调嘛会精准。面对印度Delta变种病毒来了真凶狂，应该加强边境的管制。除了做第2档的疫苗，呼吁中央都要量早准备采购第3档加强版的疫苗。5日节连假了后头一个上班日，交通量上高峰出现伫透早7点的8.1%。虽然确诊人数连续3天伫100个人以下，不过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并无放零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主要拢是好天侪云，咱来看云图。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3度至35度，其中伫基隆、大台北本地、东半部瓦近山区一到河谷，受西南风沉降的影响，爱设置高温，高温是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咱台湾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的天气较无稳定，落雨的机会嘛较悬，范围嘛会较宽。若中部是局部性的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若是无落雨的时，日头是正炎，天气嘛正热。
最近有方面加上西北河、咱全台湾的水库水量拢有增加。伫通远的石门水库水已经5成甜啊，若南投的日月潭水嘛特别满。毋过伫南部的全门水库水情也无啥乐观，因为水库有较大卡，有增加2成，毋过也是有空间会当继续集水。淹过大批批的溪埔，即马总算有快水啊！这是当地居民拢真欢喜的代志。因为为5月21开始，桃园的水情进入减量供水的甘仔式定号。不过，即届落雨，石门水库伫半个月内欠水率都有到5成。水位变化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大哈！这一下子这个1个月就大概50%了。石门水库的水位正式站上231就231公尺然后我们的蓄水量来到1亿133万吨。中部嘛有好消息，日月潭淹过山水的境地嘛有恢复。根据水利署的统计，日月潭水库的水位有大大加悬，离满水位敢若剩3公尺。若是未来1礼拜继续落雨，就有机会会当到满水位。也若高雄的大鼻湖水嘛有明显增加，现在去湖边散步的民众嘛讲有感觉到。没有下雨之前，应该都快见底了。现在都整个都满起来，已经满了，应该1个月超过了啦。到10月为止，北部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已经超过1半，中部特基水库的水是2成以上，也若日月潭水库欠水量有到7成以上。不过，即届落雨对南部的特水量帮助敢若无大，三本水库的欠水量目前敢若2成。中温水库的库容比较大，它的整个容量有效容量是到达5亿吨，因此目前的蓄水率只有20%。水利署表示，即届落雨，全台湾水库的欠水量拢有增加。南门水库因为本身欠水量就较大，看落才会增加较慢。不过也是希望后回落雨的时阵，会当落伫集水区，互全台湾的水库水位拢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的军机日头飞来咱台湾扰乱，昨昏又搁派出28架军机飞来咱的空域，有10架是混合编队对西南空域一路飞到东南空域，增加咱的防空压力。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新加坡甲香港拢捌透过监测污水系统追查社区内的感染源，但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证实讲，咱国内的污水监测系统嘛有测到病毒。专家是表示讲，垃圾水内底有发现病毒，代表社区内有人去喂着，也毋过垃圾水内底的病毒正好拖到咱人身上，所以唔免烦恼。来关心联合报。高端2期解盲成功了后，昨昏嘛对外表示讲，因要正式向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也毋过食药署讲还未收到，嘛讲就算收到，嘛是要等到7月初才会召开专家会议。另外，即马嘛有风声讲，菲律宾对咱的国产预防车真有兴趣，也毋过菲律宾甲咱的疫情指挥中心拢有出来陪会。来关心一则意外，这是嘉义县的义德农会，一个30桶会查甫员工昨昏伫美景修理运输批单时，因为去夹到贴悬悬的番白米，番白米在规个放落来，甲伊逮掉咧，互救出来时送病院，不幸死亡。伫咧高庄内底有一位30几岁查甫人，互番白粒逮掉的，只敢若看到面，嘴唇青笋笋，规个面拢泛乌，消防人员解救拢无反应。有位民员恐怕因作业不顺坠入玉米仓库当中被淹埋我们报道时仅露出口眼皮呼吸微弱，意识不清。消防局甲农会人员分别用塑瓦甲断管机甲规个组破坏，才甲人救出来。不过伫咧送到病院进前就无喘气心跳。现场工作人员讲，迄当阵伫咧倒番麦粒的时阵卡条的，机器无法度碰，这个查甫人就入去内底想要甲番麦粒拔开。可能是因为震动着，顶头所有的番麦粒拢放来，甲人逮掉的。整个仓库的话，我目视大概是15米到20米的高度了。那个状况就是类似流沙一样你在流沙堆里面一直挣扎，你的人就往下坠。他应该就是有挣扎，然后有呼喊请他们的其他同事协助救他。迄天番麦粒是满仓。要管道降5米到8米的时阵，这个查甫人入去排毒状况，无随时发生意外。义德乡农会总干事讲，会全力协助员工的家属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8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35个病例，目前咱台湾是13241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是超过7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2900万例，伫巴西超过1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0万例。来关心后面对7月份开始要启动预防社的通行证，就是讲，若是你有做过预防社，就会使伫后面的会员国自由出入。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嘛召开记者会，表示即阵全世界的病例数已经连续7个礼拜拢在降低，不过死亡人数的部分也是无啥降。后面议会议长甲伦敦国的主席葡萄牙总理伫布鲁塞尔签署后面疫苗通行证的立法提案。This certificate is a symbol of an open and digital Europe. We developed this certificate in record time. It will make travel in our union easier, and it will give Europeans back the freedoms. 按算7月初1，后面的疫苗通行证就会正式实施，会以数位或者是纸本的方式提供注疫苗的记录、甲核酸检测的报告，也佮有染病康复等等的证明。若有证书的人会当伫后面的成员国之间旅行。不过目前敢若有承认辉瑞、AZ、高先甲莫德纳疫苗，也佮有少数的国家有承认俄罗斯的疫苗。The number of new cases of COVID-19 reported to WHO has now declined for 7 weeks in a row, which is the longest sequence of weekly declines during the pandemic so far. 最近新增加的病例数是创下从2月份以来的新低，不过死亡人数降低了真慢。顶一日召开的7大工业国 G7 高峰会，7个国家的领袖同意伫1年内捐10亿吨的新冠疫苗给 COVAX。不过世卫组织认为数量还无够，若要赶会赴伫明年高峰会进前，甲全球超过7成以上的人口注疫苗，恐惊还佫需要110亿吨。We can do that, and we think that a 2-week delay would make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and a 4-week delay we think would make even more of a difference in reducing the overall number of deaths. 伫Delta 变种病毒更加的情形之下，英国的确诊人数甲住院的人数即嘛是佫反酷。政府原底宣布6月1日就要解除封锁的政策，不过即嘛是佫延4礼拜，也就是到7月19。另外，英国公共卫生部的研究指出，注2档 AZ 疫苗对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有92%，这嘛互政府要赶紧甲民众注疫苗，希望伫解除封锁进前，互民众会当有对抗病毒的保护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伫美国的加州，因为大规模注预防社疫情稳定，当地对15开始已经解除居家禁令、放令防疫措施。若是有做过2档预防社的人，出门会当唔免挂喙罨。目前加州已经有2/3的民众拢已经注头1档啊，因过因的州长也是用抽奖鼓励还未注射的人赶紧出来注射。观光巴士驶过旧金山的渔人码头看板，大街路人渐渐出现，好亲像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加州州长纽森颁布行政命令，15开始要解除居家令，搁大刀放令防疫措施。若是商店的座位唔免搁设限制，也是用梅花座来保持距离。完整注射疫苗的民众，伫大部分的场所也唔免搁挂喙罨。不过纽森是讲，伊也未解除紧急状态，方便以后因应疫情变化来做调整。We believe that the official reopening of the state will encourage people to travel. We'll be getting not so many international tourists. It'll be more tourists from California. I'm very happy because after many months closed and after the hard times for the COVID, now I see that the light is coming. 加州伫2020年3月头一遍封城，捌互人当作是抗疫的模范。后来煞变做疫情严重的灾区，医疗体系面临失灵。后来是因为民众连续开始注疫苗，疫情已经缓和落来，感染率增加，伫全美国算是排1、2名。全加州有2/3的人口至少注1剂疫苗，不过州长纽森嫌无够，加提供6张旅游套票来抽奖，要吸引州民踊跃注射。6 Dream Vacation packages to continue the incentive program beyond tomorrow. We'll be doing a drawing on July 1st
for these 6 Dream Vacation packages. 镜头转来华盛顿特区，跨党派议员14伫美国国会大楼举行默哀仪式，悼念美国下过黑暗的里程，累计60万人染疫死亡。不过路透是讲，美国死亡率已经较缓和落来，因为这届50万人升悬到60万人过身是用113天，比起40万人升悬到50万人的时阵，敢若用短35天，算是差真济咯。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以色列新政府才打上任，就伫敏感的地区核准游行。当地政府是核准教育派15月时伫耶路撒冷举办游行。耶路撒冷这个所在是巴勒斯坦认定讲这是因的地盘，所以双方有爆发冲突，上无有33个巴勒斯坦人受伤。这个巴勒斯坦人伫咧甲以色列的警察近距离冲突了走过，警方伫咧后壁列，这个巴勒斯坦人无顺利跋倒了就被逮捕。15这场由以色列自由派组织发动的游行活动，由拄则上任2天的以色列新政府批准，几多千人会着以色列国旗入去东耶路撒冷的旧城区。אנחנו באנו לכאן כדי לומר לחמאס, מדינת ישראל היא בעלת הבית על ירושלים. 这场游行活动本来5月初要办，不过美国警方中卫路线，予游行无经过大马士革门，尾仔就取消。大马士革门是建立东耶路撒冷阿拉伯的穆斯林社区的重要通道。加沙伊斯兰统治者哈马斯也几多遍警告，这场集会是挑工伫咧半人。经过协调，由迄当阵的总理纳坦雅胡确定游行的日期，新政府接受了批准。巴勒斯坦人认为家己的首都被入侵，再甲因动，要发生冲突。The only legitimate flag in East Jerusalem is the Palestinian flag. Other marches are provocation and should be stopped. The new government adopted the same decision of Benjamin Netanyahu. It seems that in these issues there is no change. 以色列自从1967年占领旧城区了，犹太人逐年拢会来这宣誓主权。顶个月，以色列甲哈马斯发生冲突，有超过200人死亡。这边游行活动开始进行，外界就认为双方的受分会更加深，所以特别注意。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甲美国的头人举办峰会了后，有发表公布延续7大工业国集团的立场，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希望讲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来关心日本后个月要举办东京奥运，政府有公布选手爱遵守的规则，内底嘛包括防疫措施，规定选手若是违反防疫规定，无要接受检查，相当会封关出境。来关心日本，关乎咱台湾124万人 AZ 预防射，昨昏咱国内已经开始替侪岁人注射。日本的 NHK 嘛有专工报这条新闻，嘛有报讲咱总统蔡英文伫推特用日语感谢日本。来关心风声讲，菲律宾对咱国产的咱台湾研发的国产预防射有兴趣，想要买。不过菲律宾甲咱的疫情指挥中心拢有出来配合。不过高端公司是表示讲，东南亚确实有国家来直接。目前，伊嘛已经甲越南、甲巴拉圭签好 MOU， 要伫当地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高端疫苗70改良已经向卫福部申请紧急授权 EUA， 要拼7月会当提供国内做，连8月底也要改良。即马国产疫苗搁要布局海外市场，团组菲律宾卫生单位已经发函予咱方，以为要直接采认咱国的 EUA， 互国产疫苗会当伫当地免做3期临床直接来做。不过指挥中心澄清，并无收到菲律宾的批函。并未说过我们有收到菲律宾的来函。那这个早上有部分的媒体有这个在引用上有一些错误，也已经请他这个做更正哈。菲律宾媒体也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何仁致函予台湾采购疫苗的消息，表示目前主要是采购中国、俄罗斯、英国加美国疫苗。不过，但是中时补充，确实有真侪国家对国产疫苗有兴趣，都要听候到 EUA 的结果。高端是发布重大消息，正是有甲东南亚的国家协谈合作。目前有甲越南国家流行病学研究所，也甲咱国友邦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来签署 MOU， 要伫当地以免疫反应交接展开3期临床试验，销去海外做准备。我们对于高端公司跟巴拉圭亚松森大学的医卫合作，外交部乐观其成。我们会居间协调，并且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
目前高端已经将相关的资料送到当地卫生单位，预定年底前完成试验。高端估计15连续有第4期启停，透早估计来到启停价303块，盘中向抬价，为启停价直线落落来，落17块半，来到落停价248块，收盘优惠283块。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注意风车爱排队，已经先开放老大人注射。即马受风车讲有哩行车咧招团招人客，讲去美国佚佗，顺续注意风车，毋过用即款理由来招团是违法的。另外，嘛有风车讲最近嘛有较侪人去中国打算要去注意风车，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回讲，最近去中国的人数并无增加。说到大包小包的行李，最近伫桃园机场出国民众变侪啊，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又往严重，加上新冠疫苗不足，即马传出有业者开出飞水30日、交星8日行程，其中各以美国上热门，而且报价内容也个包括华裔导游甲司机惊伫法律边缘。这个广告单是北美那边的旅行社传出来，台湾旅行社非医疗院所不可以有从事医疗招揽广告的行为，这个也是违反了医疗广告相关的医事相关的就是法令规章。屏保协会表示，目前国内并无禁止民众出国探亲、开会、读册等，所以确实有人出国读册，恰讲顺便注疫苗。以旧金山来讲，民众只要到机场，都会当注飞水疫苗。洛杉矶机场是设置2个疫苗站，方免费注交生疫苗，不过拢也是爱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从台湾出境到美国的人数，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比较多。某一家航空公司虽然有加班，不过那个部分据我们的了解在台湾待了一阵子的这个国人陆续返回侨居地。那另外是有一些学生要返回这个美国去就学的部分。另外，除了美国，即马也传出去中国、日本注疫苗的新闻度也相关。国台办登记讲，已经有6.2个台湾人注中国疫苗，不过指挥中心盘点航班坐机人数了后，发现咱国民众去中国的人数并无明显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3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2030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所在，包括新北市有5796例，台北市是4003例，超过100例所在，桃园有596例，苗栗是445例，基隆是267例，彰化254例，伫台中是181例。另外，昨昏有增加8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3241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基隆昨昏有新增加3例，伫桃园昨昏是新增加12例。另外，昨昏桃园咧注意风车的时，是传出讲有一个91岁时大排队咧等注意风车的时，熊熊昏去送病院不幸死亡。救护车驶入去桃园台中国小疫苗注射站，一位91岁男性的士大人，伫咧要等注风车时阵昏去，护理人员赶到现场急救，随送鼻去，不过送鼻了也是救袂大。这位士大人是毋是确诊？桃园市卫生局讲也会检验，桃园15新增加12例，其中7例是厝内人或者是上班的所在感染。另外，企业体检个案计划初步检验12033人 ，PCR 检测全部阴性。这份比例无扩大，大部分拢是家庭内二次感染，但是也有不明感染源，也是要注意。因为这个社区里面仍然可能有不明的感染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3级管制仍然要进行，每一颗球都不能漏接。地贵人15新增加3例，一位是伫台北市上班，伫咧护理之家做行政工作的50几岁女性，因为工作环境有带面确诊，被控列做接触者了采检确诊。另外2位拢是贵人某一个养护中心的带面。分别是70几岁男性加80几岁女性，本来6个测试 PCR 拢是阴性，不过养护机构加强版管理准则，伫6月13做定期采检确诊，2个人拢无症状。这几天是端午的一个连假，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移动。我想国人同胞大家还是应该要提高警觉，防疫不可以松懈。
虽然贵人这群疫情有较稳定，不过林佑昌担心民众若心情规个放松落来，疫情程度会扩大，所以希望民众也是继续遵守3级防疫的各项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苗栗的科技厂移工的军事感染，昨昏有加18例，其中有13例是员工，另外5例是科技厂确诊员工的厝内底人。若彰化昨昏加1例，台中昨昏加2例。苗栗县15个确诊人数再度登高2位数，有18例，其中包括金源店10例、地邦2例、军创1例，另外5例是已经确诊的科技厂员工家庭接触者。因为疫情已经向员工家庭摊开，苗栗县政府开始针对已经得病科技厂的员工家庭进行快筛。另外，已经隔离的6个科技厂高风险移工也将进行 PCR 采检。6月15日到16日，这前进指挥所会对外送到中央集中检疫所，包括竹南6个厂的高风险居家隔离的移工，会进行第一次的采检。那总人数约1400人那估计确诊率可能会高达10到15%。但是中表示，高风险移工中，金源店占2/3，也毋过因为已经封隔离，那最后确诊对社区也未造成威胁，希望会当阁找出漏交的个案。彰化的新个案数是降到1个，是进前某一间病院捐助案已经扣列的地处隔离者。6月9号居家隔离第一次采检的时候 ，PCR 是阴性，然后到了这个6月12号，过了3、4天之后，有症状了，马上采检病毒验出来了，那没关系，他是在居家隔离的状态那就不会有社区感染的风险。台中市新增确诊个案是2例，台中市的新确诊数晚2礼拜继续下降，疫情风险昨开始调降为中级。也毋过市长罗秀燕呼吁有缘袂当放零。中央 CDC 跟各县市政府、地方的联合防疫会议呢，今天决议，那也宣布了要把台中市的疫情风险，那从中高级那降为中级。台中市的新个案，其中1例是进前确诊的台艺帮中的父亲，另外1例是60岁妇女人，进前伫台北市某一间病院担任看护。6月初4捌伫台北市立另外病院做 AD 疫苗，6月初7坐火车登到台中，6月13身体各样就医确诊，目前已经扣列相关接触者地处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日本关咱台湾124万栋 A G 的移风车。日本的外交大臣昨昏嘛表示讲，打算阁要送咱台湾移风车。另外，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要买500万栋 B N T 的移风车。这部分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是官方甲民间的合作，双方还阁一寡文件爱讨论。日本政府赠送的124万栋 AG 疫苗，即马已经陆续开始做。各界关注敢是会有后一批。日本国务大臣茂木敏充15除了宣布捐赠越南100万栋 AG 疫苗，16都将出会也正是当咧研究对家提供疫苗予台湾。また、台湾、ベトナム等への追加供給も検討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外交部我们感谢日本政府表示将研议再次对台湾提供协助，我方会持续与日方保持紧密的沟通，我们期盼疫苗能够早日尽快的顺利抵达台湾。对日本国增加，但市长也表示感谢日本的诚意。另外，美国捐赠的75万栋疫苗，双方已经咧做最后的签约手续，但不过讲的时间也无清楚。即马国内真需要疫苗，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想要买500万栋 BNT 疫苗，进度到底安怎？指挥中心15证实已经服务条件许可，也有一寡文件爱讨论。好，那我想这是那官方跟民间的团体大家一起合作。好，那我们已经给了这个有条件的一个许可。好，那接下来双方还有一些官司的一些法律的文件，要来做相关的讨论。负责协助疫苗进口作业的大康成绩表示，已经收到卫福部公文，等咧了解作业程序。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佑东回应，资讯厘清中有进一步信息，才向大家说明。也毋过，但是中央补充，应该企业拢真拍拼。也毋过，国际疫苗现费真少，会当顺利买到拢无简单，浪费市场无法度把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移风车即马伫国际上人咧抢，咱台湾今年是买到6成人口的移风车数量，也毋过即阵送到位的无够1成。
因为预防射保护力若是过期了后，恐惊要继续注射。有一寡欧美国家其实已经咧注文明年甚至是后年的预防射。咱国内有专家嘛提醒政府嘛爱先想到未来，这袂欧美国家拢在扫货，咱连偏芳拢无份。国内即马扩大注 AZ 疫苗，注的拢是人送互阮的，家己注文的疫苗，即阵到货量干达到88万外支，也有2900多万支还未来。专家表示，即马未少欧美国家毋但已经买好未来2年的疫苗量，甚至连变异株的疫苗拢已经落订单。台湾即阵若无想买，明年定着高买无。咱即摆就去用修理甲添。你即摆摕钱买无货，尤其是咱即个小国家，甲以色列共款嘛，甲新加坡共款。你若无讲用较贵的钱，较早买、较早订，即欧美即大国家咧扫货时阵咱根本连偏芳都无啦。专家讲，因为台湾的人口少、市场小，无想投资做代工的产能确实有限。甲新加坡、南韩比起来，人早伫咧20多年前就投资，即阵就连越南、泰国拢摕到代工的合约。看等来，咱的国产疫苗即阵还无法度上市，国内疫苗战还有一段路爱行。不过，确实有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也对我们这个国产疫苗都投注以非常大的一个关心，相对跟他们这几家公司去做相关的谈判，但是我们还是静待这 EUA 的审查的一个结果。目前台湾到货的疫苗以 COVAX 平台为主，不过 COVAX 到货的时程有苹果也较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协议全受影响。国内专家认为，台湾定着爱会记即摆的架势，对调即波国际注文疫苗的时程量早部署。记者闵子林、玉凯台北报道。有实地的业者对越南进口无经过检验的防护衫，换包装了后才佫卖予消费者，检调目前正在追查。新北市的卫生局已经先把这的防护衫落市，避免民众去买到。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直接从这边打开的。说明外包装的特别设计，也个当场示范公司卖的隔离衫的情况。知名药材商宇鸿药品公司出面控诉，卖隔离衫遭到不法业者新北的众理科技公司涉嫌为越南进口无经过验证的隔离衫，让中国合法输入的隔离衫换做10粒1盒的外包装，向各通路公司宇鸿卖的产品。仿冒的包装数量跟我们原本的包装数量是有差距的。是因为这一次的仿冒品，它是去更改了所谓的外包装，所以在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医疗院所，他并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产品到底是真的是具有防护效果还是没有。检调协报了后，调查发现，中立以每箱400两2万块的计数卖予各通路，推算宇鸿损失超过300万。顶礼拜会同新北市卫生局等单位前往中立搜索，佮约谈细地负责人等人报案。检方查扣仿的隔离衫有5200领，伫新闻细地负责人了后，通知10万交保，搁请新北市卫生局尽速联系已经处置仿的隔离衫药局等通路。有风险逻辑，民众若讲有买到仿的隔离衫，请保留证据向卫生局通报稽发，以利后续退货甲求偿事宜。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民众即马踮伫厝内时间变较长，有人就想讲无得饲猫仔狗仔来做伴。民间团体鼓励民众用认养代替买卖，嘛提醒乡亲要饲进前一定爱想好清楚，唔通头仔兴兴，尾仔零零。一只狗水的狗仔，看到人就欢喜地摇尾溜，这是中华流浪动物收容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阵仔因为疫情关系，来收容中心询问领养的族群也出现变化。最近的话，因为疫情期间，那来认养的对象大部分就是因为像，有可能是小朋友他停班，那没办法去学校上课，那家长也是因为都在家防疫嘛，或者是不用上班，那就是比较遇到说，就是会有家长带小朋友来这边认养小狗小猫。那另外的部分呢，就是像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不用去上学啦，所以他可以利用非假日时间，就是平常日也是有想要认养狗跟猫，
民众伫防疫期间，若感觉孤单，想要有动物陪伴，动物保护人士除了鼓励用领养代替购买，嘛提醒伫饲动物伴进前一定要想好清楚。你茫感觉讲即马欢喜啊，就领对，但是呢，等疫情过了后，还要你无倒饲，这就麻烦啊。所以我要甲呼吁就讲，你爱足慎重的考虑，你爱照顾伊的一生，就是12年至15年只狗的生存的时间是遮长哦。李条船讲，找动物伴是一世人的代志，除了有爱宠物的心，现实的开销、宠物的活动空间、陪伴的时间等等的条件，拢爱考虑好势。若准讲真正不得已无法度继续饲，千万唔通直接放路边，爱替因找后一个认养人，也是请收容中心帮忙。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东地上的野湾野生动物病院是东部唯一一间野生动物病院，虽讲经贵、医疗设备甲人力拢无够，也毋过有一定少年家练眼睛。夜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做伙来台东，来关心这阵少年家，嘛来关心野生动物。台湾东部有多元的生态系，是野生动物真丰富的所在。但是野生动物的医疗资源拢集中伫西半部，一直到2020年，东部才有头一间野生动物的救伤病院，就是野湾野生动物病院。去年的8月开始，到即摆已经收130只的动物，一个月要到20只，啊，搁刷来就是夏天。刚断奶的动物比较傻的，它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夏天的那个案例会更多。民众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发现它，然后过了3天，他去看它，它还是在原地，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养。而且它养的地方就是在铁笼里面，所以它的很多羽毛都是受损的。然后会不会是因为它断掉了？因为互民众捡到伤仔送来，估计的所在已经无法度恢复。蛇鹰是台湾罕见的保育类，但是袂当搁展示的鹰仔无法度伫野外生存，就要做安乐死。这款因为人类活动致使野生动物死伤的代志，台湾逐工拢在发生。好像比较多是被狗攻击，像山羌或是山羊。鸟类的话比较多是骨折或是撞击，就除了车祸之外，还有撞击窗户之类的。照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野生动物袂当饲、袂当买卖甲乌白掠。野湾嘛呼吁民众要尊重生命，若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会当打电话通报1999市民专线，也是救伤单位是上好的处理方式。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东县报道。因为咱人类过度开发，加上气候变迁，地球顶头800万种动物甲食物已经有100万种面对绝种的威胁。英国受建立全世界头一个生物银行网络，要协助科学家来保育。这个伫苏格兰的基地内底，已经保存这世界上上千种物种的根本，包括鸟禽、犀牛，也有野鸟、龙鱼。西门达纳犀牛是全世界唯一还未绝种的长毛犀牛，不过野生的族群只敢若剩无到100只。苏格兰野猫是英国上有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比一般的猫体型小可较大只，有一阵仔只敢若剩35只，经过保育了，数量回升到400只，不过犹原比猫上还佫较少。这款珍贵的物种拢伫咧苏格兰爱丁堡国家公园博物馆的收藏中心内面，保存因的组织、细胞加 DNA 样本，甲其他上千的物种背景元样本，最近冷冻伫咧摄氏零下80度的极低温环境，是全世界第一个生物文学网络的一部分。叫做冷冻方舟，数量也佫会扩大，来确保未来几60年有够的样本，互科学家会当研究保护濒危物种，维持生物的多样性。Sample collection is increasingly more difficult, and this is both because of restrictions in access to the animals, but also how rare the animals are themselves. So we feel that by collecting samples, it's our moral obligation to make them available to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ers. So that's what we do in biobanks. For really the best chance of species survival, we need to be inputting as much good quality, high quality samples and data as possible.
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伫咧过去25年来，拢伫咧收集动物的组织样本。去年底正式启动生物群行计划，汇集全国的动物园博物馆甲研究机构的资源，样本就放伫咧爱丁堡动物园的生物库。We're not trying to recreate Jurassic Park. We're not trying to bring things back from extinction.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give these populations the best fighting chance of existing in the future by helping them out where we can. 聯合國之前嘅環境報告就已經警告講，地球上800萬種嘅動植物內面，有100萬種面臨絕種嘅威脅。人類過度開發造成氣候變遷、高度污染，和地球正在一個支離破碎、愈來愈無適合大嘅星球。一個冷凍方舟就更加重要，所以會繼續詳細擴大伊嘅內容。公司新聞施惠中編輯。來關心中國廣東嘅第三核電廠傳出有放射物質外泄。美國嘅媒體 CNN 是報講，負責營運嘅法國公司，捌佇這個月初寫批予美國要求援助。也毋過核電廠這邊對外回饋講，目前因一切正常。在中國廣東嘅第三核電廠，傳講有放射物質外漏。根據美聯社引述 CNN 嘅報導講，美國政府頂禮拜伫咧評估一份有關第三核電廠氣體外漏嘅報告，因為有電廠部分所有權嘅法國企業法馬通警告講有急迫嘅輻射威脅。CNN 嘅報導也講，消息來源講，法馬通是先伫咧5月底聯絡美國嘅能源部，通知講第三核電廠有潛在問題。所以這個月初3提出營運安全協作嘅請求，正式要求尊嚴分享美國嘅技術資源，來解決緊急安全事態。同時也甲美國官員講，反映到嘅歷屆氣體正伫咧外漏。第三核電廠傳出講有放射物質外漏嘅消息，引起國界嘅注意。因為電廠就伫咧廣東嘅江門邊仔嘅香港、澳門，都有可能受到影響。電廠也接到真濟電話來問。第三核電廠伫咧官方發布聲明講，目前兩大機組嘅各項運行指標攏符合安全法規，甲電廠嘅技術嘅規範嘅要求。目前連續監測環境嘅數據攏顯示，電廠甲周邊嘅環境指標攏正常。不過 CNN 報導講，文件顯示，法國嘅核反應爐公司向美國能源部要求援助，是因為中國政府一直伫咧無關閉嘅條件之下，讓這座電廠嘅會當安全釋出氣體上限一直提懸。對此，美國能源部並無做回應。公司新聞陳慧琳編輯。天氣報道在，咱做回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嘅溫度。北部溫度上加27度，上懸36度；中部溫度上加26度，上懸34度；南部溫度上加26度，上懸33度；東部溫度上加26度，上懸34度。外島嘅溫度是26度至32度。咱做回來關心未來3天嘅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嘅公視第幾台早起新聞，祝鄉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